我哋係會為業主咧免費去做翻一個咧室內嘅裝修嘅。2025年咧，香港嘅租金指數咧就創新高啦。咁咧亦都係展望咧2026年咧嗰個租金咧會再升多5%嘅。咁但係好多業主咧，尤其咧係啲舊樓業主咧，其實都會面對一個問題喎，就係咧當個單位咧已經有翻咁上下年期咧，其實個內部裝修啦，或者係外部咧，都已經開始咧有一個失修嘅情況啦。咁通常咧呢一啲單位咧都會影響到租值嘅。面對啲租務市場嘅轉變咧，其實業主咧係未必把握得到咧轉型嘅機會啊。本地傳統嗰啲家庭客啦，或者係一啲工作嘅客人咧，其實而家佢哋揾樓咧都係偏向一啲新樓啦，或者係半新樓啦。但係一啲舊區嘅業主咧，佢哋咧喺揾租客嗰度咧就會比較困難嘅。佢哋如果係想將呢一啲舊樓去轉做學生宿舍咧，又無從入手。另外咧，一啲業主咧亦都會欠缺一啲租客嘅管理經驗啊。咁所以咧，舊樓嘅業主咧就會陷入一啲類似咁樣嘅困局。咁咧，我哋卓藝地產集團咧係會提供咧一站式嘅租務管理方案嘅。咁首先第一咧，我哋係會為業主咧免費去做翻一個咧室內嘅裝修嘅。咁另外咧就係一啲電器啦，或者係一啲家私咧比較殘舊咧，我哋都會免費咧會換翻啲全新嘅家私嘅。咁第三咧就係我哋係有一個租務管理嘅系統啊，例如有一個24小時嘅管理群組啦，同埋我哋有1對1嘅管家方案咧，俾翻啲租客嘅。令到業主咧亦都係唔需要去擔心要額外嘅支出去裝修間屋啦，亦都唔需要擔心咧花更加多嘅時間咧去管理啲租客嘅。最後咧就係我哋卓藝咧，亦都可以咧去為業主咧承租咗業主嗰間屋嘅。咁我哋就成為業主嘅租客。咁每個月咧，我哋都係固定咧交租俾業主嘅。咁無論係空窗期或者係維修裝修等等咧，其實都唔需要業主去擔心嘅。如果啲業主咧唔想錯過租務市場黃金嘅升勢咧，咁就快啲揾我傾下啦。